创意公民，就是讲大家拢会当用大家的方法，去将这个伊身躯边的代志还是人，变做较好。做人是一个方式，互无共款的年代的人愿意了解因住的所在。台北市信义区有一群人，因用游戏找出较少人知暗过宝贵的在地故事。因是自落帮，带人行遍台北市，就算规定辛苦，嘛坚持用游戏参与公共事务的这条路。抢水你知无？你若安尼弹落吼，伊会浮在水上面啊，所以吼，你就爱安尼摇一个，起落去了吼，水卡起来安尼啊。先咱出票一关，咱即摆是迄个6号。看到这个来耍的人客，感觉这个游戏是好耍的、趣味的，阮就感觉真有成就感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每礼拜三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